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当咱伫遮喊话哈利路亚的时阵，咱的心就开阔，咱就知圣神伫咱的中间。阿门，阿门。所以当咱喊话哈利路亚时，咱就要真做得胜的人。咱伫礼拜日咱倒转来到伫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伊，咱就感受到透早起来时阵，每一个早起拢是新的早起。阿门，阿门。佮是充满着上帝的信息甲能力。上帝的信息甲能力要互什么人？要互我，要互咱。所以咱会当来到伫伊的面前，是上有福气的人。你来甲隔壁来讲，你讲你的福气满满，你的福气满满。哈利路亚！咱这就是宣告。来，我需要请咱起立，咱要开始来备办咱的心，来敬拜咱的天父上帝，因为伊是唯一的，伊是独一的，是咱所信的，伫万不有之上，伊是万王的王。阿门吗？哈利路亚！我说这是邀请咱要做伙邀请圣神来甲咱每一位同在，互咱的心完全来靠无伊，互咱的心完全互圣神来掌管，互咱喙金丝。互咱心在思想的时阵，上帝伊耶稣基督听拢充满伫咱的中间。咱举起咱的双手，哈利路亚！咱做伙来讲，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意爱你，圣神我意爱你。有第偌久的时间，咱甲圣神来沟通、来祈祷，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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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声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了，圣神运行伫咱的中间，互咱心得到平安，哈利路亚，为着咱接下来敬拜，咱的祈祷，拢请圣神。来引传带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做伙用主的祈祷文，咱三个来祈祷。来，愿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你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现在无需要问咱，伫即礼拜你有拄着困难的代志无？拢无，哇，实在是足有福气的，一切拢真顺遂。阿门嘛好，你来甲隔壁，你甲伊讲，今仔日你阁会较顺遂。来，你个会较顺遂，因为上帝福气满满，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基督来分做袂到的事，阿门吗？阿门。我在今夜星星，为让你所过的海。
来抱我声献互主，因为伫基督内一切拢要成就，阿门，阿门，阿门。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故事虽然是旧，不过犹古是新，阿门吗？阿门。咱做来吟诗来俄乐伊，阿门。有一件事实在好听，我心欢喜来报。人若心就拢无咸，真正是通学咯。是故要故言行，是故要故言行。我在是真，是故要故言行。耶稣因爱无穷无尽，实在微微切动。求主耶稣感化我心，互我欢喜顺从。是故要故言行，是故要故言行。我在是真，是故要故言行。邀请兄弟姊妹，甲边仔的人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今仔日就是新的，来请。耶稣基督的福音，今仔日就是新的，阿门。哈利路亚。咱做拍破来俄乐伊，实在是。有一件事实在好听，我心欢喜来报。人若心就拢无惊，真正是通学咯。是故要故言行，是故要故言行。我在是真，是故要故言行。是故要故言行，是故要故言行。我在是真，是故要故言行。举起手来敬拜伊。是故要故言行，是故要故言行。我在是真，是故要故言行。是故要故言行，是故要故言行。我在是真，是故要故言行。我在是真，是故要故言行。用信心来宣告，我在。我在是真，是故要故言行。咱就捧我声献互哈利路亚福音最全，哈利路亚耶稣，哈利路亚。阿门。当咱自就这会敬拜，咱就欢迎君王降临伫咱中间，阿门。阿门。咱将咱的全心拢献互主耶稣，身躯嘛献互主耶稣。阿门。有的主宰耶稣，世界的主宰耶稣，万物拢出伫你，属伫你，归乎你，你是应要君。宇宙的主宰耶稣，宇宙的主宰。宇宙的主宰耶稣，世
所，万米拢出伫你，属伫你，归乎你，你是荣耀君王，咱来欢迎君王降临，脚无看见你的显灵，求主你来转化，摇动阮台湾，来引起阮心家的热情，咱来欢迎君王降临，当心歌鼓你圣家的名，求主你开天窗，春雨无停止，阮来合我欢迎君王降临。这首诗歌就听做咱的喊话，来欢迎君王降临，阿门。有的主宰耶稣，耶稣是世界的主宰，嘛是阮的心的主宰。耶稣，万米拢出伫你，属伫你，归乎你，你是荣耀，也去手来敬拜伊，咱来欢迎。开嘴来阿乐伊，哈利路亚。大大充满，稳定那好，关那地家，把酒会看，依靠会行，坐坐脚步，看见你的荣耀。大声来阿乐。拍开天窗，春雨无停。
利路亚！兄弟姊妹，主的荣耀有充满在你的内面无？阿门，大声讲阿门！阿门。感谢主，让阮这届去到伫韩国，阮伫遐领受最，常常伫咱的中间是领受袂到的，因为遐充满着迄款对主的较无甲热情。兄弟，伫咱的台湾，咱昨昏拄啊好伫即个罢免同意甲无同意的选举的中间来结束。兄弟，牧师要来甲咱提醒，这是地上的国。总是上帝爱咱第一的是什么？是天顶的国，阿门。阿门。伫地面上这只的，若是输，咱拢输；若赢，咱拢赢。因为咱是同共一个倒数的人，阿门。阿门。有的翁仔某讲，昨暗意见无共，伊会赢，我会输，讲无爱做伙困啊。兄弟，咱唔通受魔鬼的迷惑，这只是一个过程，也是对咱的一款的考验。上帝赏赐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阿门。互咱会当伫遮自由来敬拜，这就是上美好的。所以昨昏的过程毋是一个结果，更较重要的，咱来倚靠上帝，相信上帝要互咱的执政党、在野党，拢为耶稣基督的智慧来向前行，阿门。阿门。所以咱抱着信心，因为咱倚靠上帝。上帝的确要伫咱的台湾做主，阿门。阿门。不管你住伫倒位，住伫对岸，住伫台湾，住伫香港，任何一个所在，只要若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上帝就伸出伊的手来祝福迄个国家，阿门。阿门。这个是咱要为着咱的台湾来祈祷，互咱伫这个选举了后，百姓的心拢是理智的、理性的，特别咱的基督徒爱诚做好的模范。咱爱传讲上帝的真理，互大家眼光是看伫天顶，毋是看伫地面上。你家己有法度将你的眼光、将你的目睭放伫耶稣基督的顶悬无？阿门嘛，这才是正确，这才是永远的。所以咱的心有平安，咱的心有确信，阿门。阿门。求上帝大大祝福咱的台湾，对今仔日起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一个。互主伫咱的中间来掌管，也是考验咱基督徒，咱爱搁较侪为着台湾、为着世界来祈祷，阿门嘛。这就是咱即马会当做上伟大的事，举起咱的正手来为台湾来祈祷，咱做伙来喊话，主啊主啊三声，咱就开嘴来祈祷，来，主啊主啊主啊，来搁一届来喊话，主啊主啊，搁一届来。大声开嘴，大声充满来！主啊，主啊，主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何乐你？主啊，台湾是你所收取的。主啊，阮会当徛遮，阮知完全拢是上帝你好的旨的大名。主，阮是遮的百姓，阮属于你。主啊，阮是昨暗的选举的内面。主啊，阮不管结果如何。原在拢有上帝你好的旨意，因为主你讲，信靠你的，你就无放残我；倚靠你的，你就无互阮落空。主，我要感谢阿拉你，互阮对主充满信心，因为原在上帝你互阮伫四面所受对敌的事，主啊，你却甲阮同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拉主。咱要继续用咱的信心来宣告，来动作欢迎咱的主耶稣君哦！来，咱来欢迎，举起咱的手欢迎主耶稣，做咱台湾的君哦！你的名，由主你来转化，又让我台湾来听。欢迎主耶稣，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每一天拢行伫耶稣赏赐咱的真理道路顶悬，有光在照咱，所以咱有平安、有喜乐、有勇气、有信心。阿门。阿门。逐天拢爱安尼宣告，为着咱的台湾祝福，为着这个世界来祝福，就是咱基督徒的本分。阿门。你甲边的人，你甲伊讲，因为你上帝要祝福台湾。因为你上帝要祝福台湾。阿门，阿门。大家请坐，请坐。这是咱要来共读圣经，圣经记载伫《使徒行传》第2章16节到18节，《使徒行传》第2章16节到18节。请，其实这就是先知约珥所讲的。上帝讲：伫终末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神摒落去，予所有的人。恁的囝、查某囝会讲预言，恁的少年人会看见异象，你的老人会做梦。搁伫遐个日，我嘛要将我的神摒落去，予我的仆人甲女婢，因会讲预言。兄弟姊妹，咱伫今仔日特别安排咱去到伫访韩的咱的姊妹要伫遮来见证顶礼拜牧师无伫咧，对无因为阮到伫韩国，伫遐看见上帝怎样透过另外一个国家，伫迄个国家来兴起，互遐个基督徒诚做咱学习的一个模范有做一个所在，值得咱来学习。咱虽然人袂当到遐。总是咱的姊妹，因将这个上水的见证，迄个上大因所看到的迄个奇妙的事，拢要带转来甲咱分享。咱有欢喜吗？阿门！咱毋免开钱去到遐吼，互因开钱，然后转来甲咱分享。所以咱用普开声，咱欢迎咱遮的兄弟，咱遮的姊妹，因凯旋归国。咱做伙徛徛，互咱看者来。哇，我头过去，哇，阿门。所以呢，阮穿的这领衫就是阮的制服吼，所以大家咧一个看落去吼，拢那太迄个向日葵共款吼，拢发光。第一个，咱要来请咱的诗词好长吼，诗词老师伊来做见证。好，咱来拍拍来欢迎咱的诗词老师。好，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丰原长老的查某囝，是民谦长老的太太。我是诗词。即届呢，我是第一届去访韩盛会。因为进前有听过咱永光教会姊妹甲兄弟去访韩盛会了，拢得到足侪新热，嘛有讲方言，嘛有祈祷祝福。所以即届呢，牧师讲，搁要去韩国我就想讲即届我就来报名，我嘛想要参加安尼。伫这个过程中间，其实有一点点的紧张，嘛有一点点的兴奋啦。紧张就是讲毋知伫祈祷的内底，我会像大家安尼奋斗伫涂骹，搁大声喊话安尼，感觉会小可歹势安尼。但是嘛是足兴奋，会使去经历遮个物件吼。伫主办单位纯福音教会呢，因伫甲阮讲，处罚进前有2项代志，爱阮遮的人、参加的人拢爱有备的。第一个就是咱爱练习敬食祈祷，禁食祷告第一个。所以6月的时候，6月份伊就叫阮练习啦，第二件代志就是你爱家己写落来，你想要甲上帝求啥物？安尼你去遐，你大声祈祷的时阵，你会使看上帝有甲你应允无？所以这2项代志呢，伊是要求阮爱先做。第一项代志敬食祈祷我就开始练习。我就想讲我暗时来敬食祈祷好啊。结果无拄好呢，下班的时阵就想讲无明仔载好啊，明仔载中昼才来祈祷。到明仔载中昼的时阵想讲
明仔透早才来去，紧食好啊！都安尼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一天，都到访韩盛会啊。所以呢，我有成功，我有没有成功练习呢？没有很成功。好啊，我就想说，无要紧，我都带着感动的心来去遐，来去遐。啊，去遐了后，我有7顿吼，袂使食物件。啊，结果呢，比我想象的佫较简单，因为大家拢无食物件。无迄个香味，啊无物件互你看，啊无卤肉饭，无啥物吼，拢无物件互你看，所以你都毋免想遐个代志。啊，我有一个足大的感动，就是当我毋免想食啥物即款代志，我的时间足济。我突然觉得很轻松，我就不用去想要预备什么食物，然后要吃什么，然后每天在 7 前面走来走去，都不知道要想什么这样，所以变得很轻松，very easy， 好的，很轻松。对，然后就更多的时间我也是来祈祷，所以我都轮流呢去祷告山啊，去坟山来祈祷。我看这个吼，可以帮我按一下哈，好，再下一张，对的，好，都是伫遮好。遮有一个祷告洞，吼，细细的，所以你爱跍落去，亲像足强逼伫内底安尼祈祷，吼啊顶头是迄坟山，都是墓地啦，吼啊边仔这是赵永基牧师的墓，吼，因为伊过身啊，但是伊的墓伫遮，这个墓地足特别，你袂感觉恐怖，吼，阮伫遮的信徒的边仔伫祈祷，大家拢感觉足受祝福的，吼，这是伫台湾，我想讲应该无人会去墓地祈祷，吼，但是伫遐大家都是伫遐祈祷，啊，真正得到祝福安尼。啊，后来呢，阮就开始聚会啊，好，开始聚会，抱歉，帮我上一张对。好，开始聚会时阵呢，迄大会呢，都上万就这礼物，好有包包啊，有水壶啊，下面都就一个大礼包这样子。我就讲哇，第一届来这访韩社会遮好，啥物物件拢甲阮传好好啊，吼，所以搁送阮雨伞，因为讲遐迄几工会落雨，所以搁送阮一个迄电动的雨伞，就是自动雨伞啦，好，所以咱拢免烦恼天气的状况。啊，后来就开始聚会嘛，吼啊，我讲到第二件代志，大会要我们准备的，就是你爱写3个，吼，你要祈祷的代志。啊，我写3个祈祷的代志，第一项就是呢，我想要领受搁较深的信心，吼，意向领受，我想要搁较明白上帝。第二项，我是想要得到身体的医治。啊，第三项，我是想要看见天堂的景象，我就甲上帝祈祷，讲我会在伫遮看到天堂的景象无？所以这3项是我伫6月份我就写落来，阮就开始入去咱的聚会。好，当我第一步走进去的时阵，这个开幕式唱第一条歌的时阵，我就大流目屎，足感动，足感动。好，这条歌我无听过，但是呢，伊内底的歌词就甲阮讲，当你求救上帝时，上帝会应允你的祈祷。伊无爱你伫黑暗中，伊无爱你，无爱咱伫黑暗中。哇！我听到这，我就目屎就啪都流落来安尼。所以真正足大的感动甲激动伫遮。啊，后来呢，我想讲，这都是上帝互我的应景啦吼。第一个就是因为遐咱有2200个人伫遐聚会，甲唱这条歌。啊，1500个人是台湾人哦，啊，其他人是马来西亚、香港、新加坡拢有人去。啊，2200个人做伙组织敬拜的时阵，迄个声真正大声，就亲像在天堂共款。所以我感觉这都是上帝互我所祈祷天堂的景象的印证。啊，我阁感受到上帝甲我讲一句话，讲查某囝欢迎你转来，查某囝欢迎你转来，所以我就大大的受感动。啊，第二个呢，好，第二件代志，就是阮听足侪牧师的讲道。吼，其实阮大家都是敬拜、祈祷、听讲道，敬拜、祈祷、听讲道，拢是安尼的顺序。吼，啊有一工一个韩国牧师伊伫正道的时阵，吼。伊进到了，阮祈祷的时阵，我嘛领受到一个足深的异象。啊，这个异象呢，就是我感觉上帝伫十字架顶流的宝血，甲我的血交换，亲像上帝甲我输血共款。吼，亲像我的血全身拢互上帝输血，安尼全然变新。
啊，伫迄个时阵，我才感觉到，原来上帝的疼，毋是甲你摸摸头讲哦，思思啊，你真乖，你真好。毋是，是上帝的话直接甲你交换，互你内底全然拢换新。好，所以迄个足深的意象，我就是感觉上帝在应允我第二个我所求的。我想要第二上中搁较深的领受。啊，第三个我想要身体得到医治，对无？好啊，上帝牧师因拢会逐场拢会祈祷，为着身体欠安的人祈祷。啊，迄个牧师呢，头一个讲的就是。今仔日咱要为着未生囡仔的人祈祷，哇！我就讲上帝，你是要生遮大就对。嘿，但是我嘛是凭勇气就徛起来吼。有当时阮感觉阮做祈祷徒足久的时阵，阮拢会足谦卑的讲，上帝无要紧，拢照你的时间，你欢喜啥物时阵成就就成就。但是伫即个所在，我感觉上帝爱阮大声的家己求救。无论你身体，无论是啥物所在，医生讲迄袂医啊，医生讲迄袂好啊，拢毋是上帝讲的。好，所以伫遐我领受到上帝是无限的上帝，他是从零到无限的神。好，所以无限的神说的才算。所以呢，我就也冲上去为那个求让牧师为我们祷告这样子。所以第三个我要求身体得到医治嘛。有应景啊！好，所以伫即届，其实我所写落来3项代志，上帝拢有甲我应允，我嘛真感动。啊，逐场牧师的讲道，拢有甲阮想要问的问题，拢有解答。好，所以真正是就值得咱去经历看卖。啊，上尾呢，我要分享2个心得，就是后来5天了啊，阮就去迄市区要佚佗，有3天佚佗的时间啊。我一落去呢，第一天我去房间 check in 的时阵，我就发现我的配包啊无去啊。好，我的配包啊内底阁有我的护照。好，我就哇惨啊，那买一个物件，但配包就无去啊，啊，就真紧张。后来迄导游小姐就甲我敲电话去问迄店家，啊，结果专车的人拢祈祷，啊，就找着啊。好，迄店家有甲我收起来，吼，啊，伊就讲，无你暗时你过来摕，吼，啊，安尼。啊，后来呢，迄导游小姐就带我去摕我的配包啊。啊，伫迄配包摕的过程中，差不多有1.5点钟的时间，因为我爱坐车去市区。啊，伫遐中间呢，变做是我甲导游传福音的时间。阮就伫开讲讲，你哪会来遮？咱就开讲啊，我就问伊讲啊，你信主啊？袂安尼，都一路咱就伫开讲，伫聊信用的代志。吼啊，后来我嘛邀请即个导游。礼拜来教会做礼拜，所以坐伫我边仔迄个，就是阮即届去佚佗的导游，好金小姐安尼。啊，上尾一天，牧师就带阮伫迄饭店的拉比，为着即个导游来祈祷。好，这嘛是真特别的经验。啊，第二个心得呢，就是本来呢，阮11个人，啊，两个人一个房间，啊，剩我一个嘛。啊，我就想讲，无要紧，我就家己付钱，好付钱住单人房。啊，迄大会有讲，单人房呢，就爱一暗爱120块美金，好，3暗就爱360块美金安尼，好是不哩济啦，但是我想讲无要紧，因为5天已经困无好啊，因为阮拢是最大通铺，我就说无要紧，我就付即个钱安尼。啊了后呢 ，check in 了后，阮就想要付这个钱啊，我就要找人讲，这钱要付给什么人？啊，慧华干事帮我去问，然后打给他们以斯拉的同工会计就说都付完了。我说谁帮我付钱？我说我没有付钱，我换的600块美金还在这边呢，没有，我没有付钱啊。然后他说没有，有人付了，就这样子。就这样，所以这个就是我的房间，双人房，只有我一个人住，跟圣灵同住。所以我最大的祝福就是与神同住在高级金沙酒店。好，这一句话我也送给大家哈 ，God paid the price for me， 不只是肉体上的书写，还有实际上的帮我付了费用。所以感谢主，我。最后一句啦哈，我想讲的是，卓越行道会的林牧师说，访韩盛会的重点不是你参加什么，不是你参加啥，而是你变成什么。
好，所以无论我们参加什么，你要变成神所喜悦的样子。我相信我变得更爱神，更蒙福，也更有信心。那也欢迎明年我们一起来参加。阿们。好，来后一位咱请豆豆哈。亚最平安，我讲华语比较快哈。14年前我就陪了孩子到了祷告山祷告，看到其他的弟兄，看到其他的姐妹，就列了满满的代祷名单，可是我就不知道要祷告什么。那这是因为我们牧区的小组长们都参加了，然后志和也鼓励我，我也要参加。那我想想，我应该要做一个好榜样，所以我也报名了。那这一次祷告名单我就列得满满的。因着这几年的经历，我就发现原来我是多么的骄傲跟不信。因着不相信嘛，不信祷告会成就，那我怎么需要迫切的祷告呢？所以现在我反而因为这几年的经历，我渴慕圣灵的工作，我就对神贪求了哈。我恳求圣灵恩待怜悯，我就大声寻求、呼喊神，求神赐下医治跟释放。当我们更诚恳祷告的时候，那个抓，就是这么大声的喊叫，然后那个喊叫的声音就环绕着我们周围，我就看到了那个圣灵，好像如那个恩雨降临，我们就像一台的那个飞机，巨无霸的飞机，四周就停满了许多的洒水车，我们全部领受了圣灵大大的浇灌，预备起航。那感谢主，这一次我的祷告当然就不再交差了事了，我不再敷衍了，也谢谢主让我明白，不是瓦器的价值如何，而是瓦器内的宝贝才可以定义它的价值。黄金做的尿盆，它还是尿盆。好，李永勋牧师分享绝对肯定的思想。就是不存记否定的思想，将别人否定的话听成肯定的话，大量读经，因为神的话是祝福，是神迹，是恩典哈。当李永勋牧师讲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因为华盛顿教会他们没有牧师牧养，所以会友就分散离开教会了。那邀请李牧师在6日去牧养他们的教会，为他们讲道。那神给李牧师2个意向，就是第一就是建堂，第二就是做好榜样。当他礼拜5去教会祷告会的时候，连他只有3个人而已，主日礼拜只有59人，神却给他了1000人的建堂目标。他顺服，并且请设计师来画好建堂的蓝图，然后他主日发给每一位兄姐1人1张，宣告他们的教会必定被建立起来。所以他们祷告再祷告，5年半之后，他们完成了1000人座位的会堂，会友人数达到1200人。那工程费270万美金完全没有贷款，全部现金付清哈。我就想起周牧师2000人教会的意向跟梦想。我们教会的空间不足，建堂寻找地点一直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要有更多的信心祷告跟宣告。希伯来书11章11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神应许李永勋牧师必定应允我们永光教会。谢谢。阿们。来，我们下一位。好，米粒。兄姐平安啊！台语没练凳，所以我还是用华语。感谢主，因着女儿的鼓励呢，我第一次参加这个亚细亚的访韩盛会，现场有2000多个人一起敬拜、一起祷告、一起聆听神的信息，那个震撼跟感动，到现在我还是很清楚。没想到我连原本我觉得不可能完成的禁食7餐，也都撑过去了。记得要去韩国之前，我前2个礼拜我已经把想要吃的东西吃1轮了，就是很感动。然后也更深的体会到说，人活着不只是单靠食物，神的话语的确能够让我们心里得满足。在聚会中呢，神亲自触摸我心灵最深的伤痛，那是去年婚姻结束留下来的痛。我以为我已经完全走出来了，但是神用更深的爱来告诉我，他说
孩子，我看到你一直以来的努力，我要完全的医治你，因为你值得被更好的对待。那一刻，我真的感觉到我的心被神抱住了，我眼泪也止不住的一直流。神不只是安慰了我，在那几天，他也重新点燃了我这个全新的呼召与方向。那几天，我领受到了多达46个意象。现在你们看到那个荧幕上是2页，我整整画了5页的草图。然后我每次领受到意象，我就会赶紧把它画在我的笔记本上面，我生怕错过来自圣灵的启示。结果潦草到连自己看了都很想笑，果然是名副其实的草图。其中呢，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有一天晚上我才跟我的副小组长说，明年我们来约我们小组的另外一个姐妹来访韩怎么样？然后呢，隔天大会特别邀请了许多的这个来自各国的弟兄姐妹来分享他们这几天的领受。奇妙的是，有一位来自台湾受邀上台的姐妹，她的名字呢刚好跟我们小组我想要约的那个姐妹名字一模一样，一字不差。我当下真的是起鸡皮疙瘩。然后呢，更不可思议的是，在她上台之前呢，我完成了编号第41号的草图。那个草图呢长怎样？我要给你们看一下。来，这里看得到吗？就是一只小鱼穿过渔网，变成又美又大的大鱼，真的很潦草哦。然后呢，哇，这个意象，然后加上这个姐妹又上台，我真的是吓到了。我觉得神啊，你真的是太奇妙了。因为我们的芳瑜姐妹呢，她平常她取绰号的时候，她就很喜欢用什么什么鱼来自称，什么小章鱼啦，什么彩虹鱼什么的。所以我真的是超级感动，超级感动。我心里很确定，这不是巧合，是圣灵在印证他自己的心意。阿们，感谢主。所以啊，我回来之后我就赶快跟我们的芳瑜说，我跟他说，哇，芳瑜你实在是太蒙福了。我们要报名呢，我们要先登记，你呢不用，你看上帝已经先帮你登记好了，太酷了。他也觉得非常的惊奇。然后回台湾之后，我也很迫不及待的跟许多的朋友分享。然后其中一个朋友跟我说，哇，你会通灵哦。我说不，这不是通灵，这是通往圣灵。然后我们都笑了。我觉得真的是很笃定，这确定是神亲自在工作。就很感谢永光教会的我们2位可爱的牧师，你看我们的照片多可爱，11个人这样子，歪头。就期待明年呢有更多的人一起拍这个照片。然后我们的牧师很有爱心的带领我们，也很有智慧的带领。也谢谢同行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路上大家真的是互相加油打气，然后彼此的照顾。这让我感觉到我们这一趟旅程的不只是我们心灵的这个满满的领受，而是有家人的那种温暖跟爱的陪伴。我想好好的完成刚刚的那些意象，我也觉得很兴奋又很期待，相信这是我成为福音画家，用画画分享他的爱的第一步。对，就是这样，我要用绝对肯定的信心来宣告，我可以成为福音画家。米莉加油！然后，然后我回家也把那张图整理了一下，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有好看一点，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还不够，我会画得更好看。然后也期待明年呢，所有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参加，看看上帝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什么奇妙又不可思议的事。感谢主，阿们。好，我们接着请彩提，我们掌声欢迎。亲爱的家人平安，与大家分享这次8天访韩盛会的经历，看见神丰盛的恩典。在祷告山的5天，从一上山看到大圣殿之壮观，也体验火热的敬拜与祷告。每个牧师的讲道和见证都深深感动我，给我很多省思。面对生活的忙碌，有多久没有全心全意亲近上帝？和是否真的有绝对肯定的信心来顺服上帝的旨意？在祷告山上有很多的感动想分享。在每天早晨5点30的晨更，看到以斯拉的同工精神抖擞列队大声说平安，来欢迎学员。敬拜团队在每一场敬拜赞美都充满火热的心，热情敬拜赞美神，这让我看到什么是忠心的服事。
林庆忠牧师的讲道分享说，神要我们在小事上忠心，忠心的人肯定有信心，无论发生什么事，仍然持守祷告。韩国世界路金兰教会朱胜敏牧师也分享，他们从12人小教会到万人大教会，在新冠疫情中，人数也未减少，反而日益增加。他们同工无论在大雪中还是大雨中，仍然街头传福音，这让我印象深刻。朱牧师说，传福音不是做给人看，而是将我们的心意感动神。看到无论在极困难环境中持守祷告，完全交托，带出神丰盛的祝福。在路加福音19章17节，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10座城。期许我也能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也分享在祷告山一个特别的经历。在祷告山上的前2天，我的状况不好，睡眠不足，加上头痛，需要翻译的韩国牧师讲到，我几乎在神游。第3天晨更完，去祷告洞跟神祷告，求主赐给我好精神，不要韩国牧师讲道时又睡着，不然就可惜这次韩国之行。当研习会上又有点想睡时，突然感觉有人轻拍我的右肩，但确实没有人拍我，我想应该是圣灵。接下来我的精神状况都很好，可以专心听讲道。另外，参观鲁怡岛纯福音教会，无论是半宵祷告会和主日崇拜，我看到他们的同工有秩序的分工服事，让这么多的会众有秩序参与聚会，及看到信徒们预备心和敬虔的态度，是我们所学习的榜样。感谢主，这8天的旅程真的感受到我们是被恩宠的孩子，神是给我们合宜的天气，安排认真负责的导游，让我们在山上被神的话浇灌，圣灵充满。下山的旅游行程也保守我们顺利平安，充满喜乐。明年的访韩盛会，期待有更多的弟兄姐妹一同参加。也许你以前去过或从来没有来过，都鼓励大家可以参加。每一次的盛会一定有不一样的领受和感动，因为我们的神是更新而变化的神。阿们。咱看见这个图，就是中央纯福音教会吼，拄啊迄个图，世界上大间的教会就是这间吼，咱拄啊看到咱的荧幕顶挂的。来，刷了，来请正平来。好，大家平安。我是郑平。2011年暑假，我刚来到永光教会，那年有很多弟兄姐妹刚从访韩盛会回来，听他们说去祷告山用禁食，度过了度过了7餐的禁食祷告。我当时就很渴慕，想知道这是什么样的神奇经历，可以7餐不要吃东西。14年后，永光教会又再次举办访韩盛会，但是呢，起初我并没有抱持多大的期待，因为我上班非常的忙，事情非常的多，真的一定要跑一趟韩国吗？到底祷告山有多么的不一样？潘牧师说，这是可以提早体验天堂的地方，但是圣灵我也有领受过，在教会领受和冲到祷告山领受真的不一样吗？撇下小孩和未信主的丈夫，撇下所有跟从耶稣，我到底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奖赏呢？工作请假8天是真的很白目，光想象呢都觉得不太可能。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祷告，依靠主。从2月开始报名之后，小组姐妹天天为我参加访韩盛会祷告。这段时间征战非常的多，拦阻的力量非常的大，甚至出发的前一个晚上，我还加班到晚上10点。然后隔天呢，早上呢就3点40分就要出发，我真的很想放弃，说我不要去了。但是耶稣带领我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奇迹，最大的奇迹就是公司在我出国这8天，他派人代班我的工作，让我不用担心工作现场，让我在祷告山的时候能专心跟神亲近。接下来我就要来分享到底祷告山有多么的神奇。当我们抵达韩国，搭上巴士的时候呢，
呢，周牧师就开始为我们祷告。这一趟圣灵同在的恩膏之旅，就好像插上电的生命电池，出现充电中的橘光一格。每一次的讲道，每一次的敬拜，都让我的生命电池一格一格的往上提升。禁食祷告真的在灵里特别的苏醒，领受圣灵感动特别清晰，一下子就能够明白神要对我提醒的话语。当我以为我的生命电池已经满格的时候呢，潘牧师就带我们到坟山祷告。其实这是很特别的经历，因为我从小怕鬼然后我就是很怕蒙阿波。这片坟山呢，却有满满的平安，和我以前看到蒙阿波的恐惧很不一样。所以原来这就是满满的圣灵，你看不到，但是你感受得到。然后还有呢，很难排队的祷告洞，我也觉得这就只是一个小房间。对，这到底有什么特别吗？有需要为了要排这个小房间，然后等这么久？但是呢，当你进去之后，真的很不一样。我的祷告通常都很小声，但是进去那个祷告洞之后，我就突然变得很大声，从头到尾，因为我们每个人只有10分钟，我都没有停下来过，非常大声的不停的祷告。然后我们在祷告山呢，我的方言祷告也有很大的突破，因为我的方言祷告一向以来都只有呱呱呱。那也不是很确定，就是在我们的特会或是任何活动，不是很确定这一句话到底有没有什么成就。虽然神都有成就，好像有医病也有成就，好，但是我都很心虚，因为我就只有一个呱呱呱。但是我去到祷告山之后，虽然还是那一句呱呱呱，但是变成很大的呱呱呱，充满信心、震动国度的呱呱呱。好。特别感动的是林庆忠牧师的讲道，提醒我在小事上要忠心。5重祝福的小事就是要守主日、守11、晨祷、培育系统和小组，把小事做好，大事神自然会做。我目前唯一没有做到的就是晨祷，所以我要好好的把每一件小事做好，我就要呢经历神为我做的大事。当我们结束祷告山4天的生活，回到了世界，我们第一站就进入明洞。这是一个韩国最繁华，美食啊，享受啊都在这里。我就跟主讲说，主啊，这世界真是太好了，我实在不是很想参加等一下的半宵祷告会。但是呢，晚上我们在等候祷告的时候呢，我的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女子非常凄厉的吼叫声，我感到很震惊。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圣经所提的群鬼附身的现场。以前我非常胆小，所以我的服事，我曾经跟神祷告说，我服事绝对不能出现鬼，我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不要给我看到。所以确实我真的没有看过鬼。好，这时候呢，我们这一群人看到这个现场的时候，我们呢就开始站起来为这个女子方言祷告。但是当我们以为这个情况会改善的时候，我的右手边的女子也开始尖叫起来了。情况就像我们在看好莱坞的惊悚片，一个一个接着一个，接连有5个人出现了这个情况。那即使在纯福音鲁伊岛教会这么一个圣洁、充满圣灵的地方，魔鬼仍然不断的在试探挑衅。我们以为世界上所有的享受、物质的美好都是我们自己赢得的，但是实际上，魔鬼不断的在旁边窥探我们，随时想要吞噬神给我们的美好祝福。世界上的金钱、权力、地位、美貌，魔鬼1秒钟都可以夺去。神允许魔鬼出现在我眼前，就是再次的提醒我，应当倚靠主过敬虔的生活，因为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虚空，主耶稣会再来，我们必须将福音的大能告诉我们的家人朋友，领人归主才是对主交账。当我回来之后，本来以为满满的代办工作等待我，没想到我的代办同事把我觉得最难做、不会做的项目全部完成了。上帝要祝福我的绝对是全方位，没有忧虑，因为这一切的祝福在我信心倚靠要去祷告山的时候，全都加给我了。阿们。我们谢谢曾平，接下来请之和，我们掌声。弟兄姐妹平安哈！
在访韩盛会之前的预备心哈，6月20号以前我是很充足的哈，每天禁食，然后呢就是预备要去领受的。可是6月20号我遇到我母亲突然开刀，然后我的妹妹有重症，所以这段时间我就住在娘家，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好好祷告，也没有办法好好去想我要去领受神嘛。但是圣灵为我们所预备的，真的都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哈。距离我上次参加访韩盛会已经是2007年，也就是18年前，跟王宝钏等候的时间一样长哈。对，那时候我刚信主，然后操练禁食。什么叫禁食？什么叫圣灵？我完全不知道，所以我只知道我整天饿得比比刷，总是在想食物在哪里，食物在哪里这样子，嘿，没有办法全然的去领受。但是这一次很不一样，因为这18年来我已经被神预备了，我的属灵深度跟身量高度都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的这个禁食呢，就仿佛跟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一样，所以我们这一生一定要去一次客西马尼园，在那里跟耶稣一起进食，真的很不一样哈，完全都不会饿，不骗你们，真的都不会饿，只有想要更多的跟圣灵在一起哈。好，那我为什么会参加这次的这个访韩盛会呢？我在去年我们教会11月的时候，就是看到教会2025年的年度计划里面7月份就有访韩盛会，当下我就决定我要参加。我就决定我要参加了哈。那在这次的这个参加当中，很多位这个韩国的牧师他们就分享，他们起初建堂的时候呢，人数都只有几位，甚至10几位，但是在不断的祷告之后，特别是晨祷，全教会的晨祷，他们就开始持续性爆炸性的这个持续的成长哈，都成为万人还有数十万人的巨型教会，这样的一个扩张，真的让我很羡慕又惊叹。我也渴望我们的教会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神迹性的成长、突破性的成长哈。那当中有3位牧师都不约而同的在信息当中提到自我价值，好，自我价值的重要性。那我们都知道自己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价值，然而我们真实的内化了吗？金亨浩牧师说：“我是上帝的自尊心，也就是说，我这个人过得不好，上帝他就不开心，没有面子。啊，那其实这一次我访韩盛会，我完全没有想要为自己求什么，我只有想到说我们怎么样可以更多的传福音，然后怎么样可以建造教会。没有想到上帝他就是要定义医治我们这个人哈。在第3天的晨更祷告，上帝透过香港的李允诺牧师对我恢复我是上帝的自尊心。敬拜当中，我的心脏呢就纠结在一起，我的胸口就很痛很痛。那时候林博士就呼召我们上台去哈。那我在台上我就不断的在这个敬拜，然后对主说：主啊，我在信主不久之后，就是我还傻乎乎的时候，都不懂得什么叫11奉献的时候，我就开始11奉献了。可是为什么到今天我都没有经历到财务丰盛、自由的这样的一个神迹呢？哈，因为我夫家还有娘家的亲族哈，他们都是生活非常富裕的。然后呢，唯独我们家，在过去用捉襟见肘来形容，真的都不夸张哈。感谢神，但是我们如今已经够用许多哈，也因着亲人他们的财务极其的丰盛，他们都认为这个是神明的保佑哈，所以呢，对于我们在向他们传福音也大受拦阻，这个一直都是我很挫折的哈。而且呢，我没有办法像其他人享受很丰盛的物质生活，的确也就让我很自卑哈。理智上我知道呢，自己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有价值的。是丰盛的，但是在有钱人的面前，我总是觉得我矮人一截哈。那在祷告当中呢，我看到耶稣他眼中的慈爱，那份慈爱当下深深的淹没了我，让我泪流不止。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眼神，真的神的爱可以把我们完全的融化掉。当下呢，立刻医治了我因着钱的自卑感，还有羞耻感。我真正的领受自己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宝贵的价值，我不会再因着金钱的多寡而自卑。最后圣灵告诉我，我所献上的他都记录下来，补偿就快到来了。原来这个陈福音教会的这个李永勋牧师，他一直在鼓励我们的，我们要说肯定的话语，要肯定。首先有肯定的话语，正面的思想，除非我们这个人先要健康。所以圣灵他要我们健康，我们才能够建造健康的教会。所以我并没有要去求我什么，但是圣灵他就是预备了一份特别的医治，在我这个里面
非常非常深的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伤痕，他彻底要把它拔除跟医治哈。还有那个卓越行道会的林庆忠牧师，他教导会有5重的祝福：第一就是要守主日，第2就是要守11，第3要晨祷，第4要培育系统的门训，第5要小组生活。现在这个晨祷不是我们个人的晨祷而已，而是全教会的晨祷。那为了这个我们整个教会的复兴，我们2位牧师已经决定，我们不久之后就会开始进行晨祷。我真的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要来参加这个晨祷，不只有为教会而已。首先，上帝一定先是祝福我们的，上帝他总是这样子，他总是要我们先跨出信心的脚步。所以我鼓励兄姐不要错过这样子一个领受极大的祝福的恩典，我们要持续的晨祷，才会带来我们个人的复兴和教会的复兴啊。最后，我真的是在这次的访韩盛会当中大大的被充电，我们都更加的渴望传福音。我们都更加的渴望来建立教会，鼓励弟兄姐妹，明年我们一起去参加访韩盛会。这个绝对不是朝圣哈，也不是跟风，而是圣灵恩膏大大的领受。真的，这个在这个祷告当中哈，我才进去10分钟，我们只能10分钟而已哈。结果我怎么还没祷告，怎么就结束了？那个时间就咻，你知道，就过去了。为什么当中叫了？真的，我们要去体验，真的圣灵充满了哈的感受。这也就是所谓的群聚的恩膏，群聚的恩膏，群聚的恩膏，就是很多人一起渴慕圣灵倾倒下来的恩膏，就是不一样。和我们一个人在家里的祷告，对，和我们一个小组在这个祷告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所以我们一起来领受哈，我们绝对不是好像跟一般的民间信仰一样牙用对白，绝对不是。那里的真的是祷告上的恩膏就是特别的多哈。好，最后很神的荣耀归这个尊荣我们哈，这一章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这个结业，特别是一定要禁食7餐然后才能拿到这一章，嘿，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跟肯定。我们要是看到这章就知道我们可以禁食7餐没问题的，感谢主。对，我可以介绍一下我的相片吗？哎，对，来，好 ，OK， 好，这张对，这个好。这个就是我们很快乐的哈，下山了哈，我们有数天的，上帝也给我们数地的丰盛哈，我们去那个逛街哈。再来这张，大家觉得它是什么？庙吗？还是古迹？它是教会，哎，它旁边屋顶上那2根不是那个避雷针哦，是十字架，对，非常非常的宏伟，非常非常的漂亮。它的确是古迹，但是它是教会，哎，好，再来。好，这个就是我们的圆桌会议哈。对，我们下山之后，对牧师和我们讨论，我们要怎么样进行成根。那我们在聚会当中要怎么样热切的回应神哈？刚刚都还很客气哈。我们的主啊是这样，主啊，真的都是这样子。然后阿们，不能很小声，让那个朱牧师就会说不行，这样的阿们怎么会有力量？阿们，就是这样。所以以后大家看到我们这样，不要吓到哈，因为我们真的很想要把恩膏带回来。谢谢大家。阿们。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哈，牧师相信，从今年开始，我们恢复访韩盛会是神给我们永光教会一个功课，因为我们永光教会之所以可以走到现在，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过去我们有连续5年、6年都有去，所以就把这样的恩典带回来。所以我们现在可以领受在永光教会这样诸般的恩典，是因为过去我们的同工他们摆上了，他们去领受就回来就点燃。所以我祈求神帮助我们。明年我们有更多的弟兄姐妹一起去。如果你的生命要被翻转的话，你应该跟我们一起去，跟牧师去。所以牧师都有这样的一个预备心啊。但是有时候会想说，牧师还需要去吗？牧师更需要去，因为我回到那里一敬拜，耶稣就告诉我：“孩子，你回来了。”你说我不回来吗？所以在祷告山的祷告，真的是让我们知道说，原来我们的生命可以跟神，咱的生命跟上帝会当安尼遐亲密的连接，就是因为咱的祈祷是何等的重要。总是这个祈祷，不是咱家己会逼切。牧师嘛，大家阮两个
要困 RPG， 什么囡仔做伙 RPG， 大家拢有啊。总是去到遐就是无共款，去到遐就是无共款啊！即届去，互阮做有特别感动的，就是真侪的牧者，因伫迄搭遐分享，因的教会安怎互上帝复兴，因的家庭安怎看见上帝的祝福意志伫因的心上，伫遐伫姊妹中间，拢是因为透早的祈祷所带出来。因为咱清早的时阵来当来军队。来当做伙来祈祷，我相信迄个亏力是大的。所以牧师要期待咱，咱要对8月7日开始哦，咱就要有清早的祈祷会，吼咱会用即马定就是拜二到拜五，拜二到拜五，6点半，差不多40分钟到50分钟，咱会伫附近的所在，咱做伙来祈祷。我相信咱心内所求的，咱若带着祈祷，兄弟姊妹做伙来祈祷，迄个火热的心会帮助咱，会当互咱的教会佮一大步来向前。阿门。互你的性命，互你的家庭，互你的工作，互你的一切，佮较去经历，原来这位上帝真正是真个活的上帝。阿门。所以愿上帝帮助咱，这就是。这安尼回应就是足正确的，因伫韩国基督山差不多这下3倍大。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会讲，敢有需要甲安尼？是，迄款是信心的一个宣告，毋是讲上帝操因人，毋是，是因为咱的信心无够，因为咱有求总是无经历，有求总是。迄个信心常常都要拍折去，那安尼，咱就无法度真正去经历这位上帝，咱所信的，伫咱的生命中是何等的重要。所以，兄弟姊妹，牧师鼓励咱哦，明年咱做伙来去，好，把时间用出来。我有算过啊，一日欠100块，明年就会当去啊。一日欠100块，你甲隔壁讲，一日欠100块，就当来去韩国啊。所以咱做伙来去哦，会当带着你的祈祷的项目，会当带着你的备办心。我相信你会经历你会当经历这位上帝是何等大的能力的上帝。愿上帝帮助咱，互咱的教会伫祈祷、伫敬拜内面更加兴旺。我相信上帝要大大祝福咱。牧师一定有领受对，像拄多多指示讲的，是啊，当时去韩国的时阵，足清楚的，上帝讲要互咱永光教会是2000人的教会呢，所以我勇敢写，上帝叫我写，毋过到即马，咱嘛期待讲为什么会当佮突破？咱若看永光的历史，你就知影，咱去韩国迄几冬，咱的教会是真正一直在进步的，人数一直加添的，连后无去了后，咱看见。有稀微落来哦，这是事实，互咱伫历史内面看见的。所以愿上帝帮咱，你期待你的囡仔、你的家庭愈兴旺，那安尼，咱甲牧师做伙来去，咱继续来领受。我相信上帝对于咱、对于我的家庭的祝福，毋单单是安尼尔，你相信无？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互咱做伙来去。做伙来去，伫信仰的顶面，咱会当搁较哪前进。其实咱讲实在，去的台湾人1500人，对无？敢有韩国人参加遐个聚会无呢？伫迄搭遐的讲师嘛，差不多一半是韩国的牧师尔呢。为什么去到遐都无共款？这就是上帝祝迄个所在，迄个所在是分别最成的所在。迄个所在，既然是分别最成、有圣神最刚的所在，咱看去到伫墓地，坟墓的所在，咱行起哩也无敢墓仔埔，咱也无感觉会惊遐呢。阁是暗时啊去咧，日时啊去一撮无够热，潘牧师讲暗时啊阁带因来去，哇，半暝带因，带去，人比咱较早去，
半暝去到遐，还未到就听着伫遐大声细声，伫遐吟诗，伫遐祈祷，伫遐学乐，哇！所以若有鬼，早嘛走无去啊，对无？是毋是安尼？所以这是阮深深的经验。伫即届牧师嘛是安排做车长，嘛是真有压力爱祈祷，爱做见证。总是我知影，我伫准备的中间，圣神就甲我讲，是，就顺着伊来讲就对啊。阿门。所以咱若有即个感动，咱就顺着即个圣神的感动。可能佫有另外一个声甲你会甲咱讲毋免啦，无必要啦，多此一举无咯。若是有迄个圣神甲你感动，这就是正路。安尼，咱就知影圣神一定带咱。阿门。愿上帝帮助咱咯，互咱有信心哦。咱来喊话3声好无？喊话主啊主啊！即个声爱比过去加3倍以上，咱试看卖好无？牧师没有麦克风哦，咱大家做伙来哦，预备，1、2、3，来！主啊主啊主啊！后壁无啥声，我来后壁听一下哦，来哦，1、2、3开始哦，预备，来，1、2、3，来！哇，甲迄个声吼，甲语较悬好无？甲语较悬好无？甲迄个声语较悬，你画看卖俩。伫迄个中间有一个牧师讲，你伫现场吼，你即马讲耶稣我爱你，讲10摆看卖啊。我耶稣我爱你应该真简单啊，毋过你知影吗？我伫遐讲耶稣我爱你，讲到第5届我流目屎。我讲耶稣啊，我过去真正无偌爱你，嘿，爱家己较赢过爱耶稣，所以我伫遐悔改。耶稣我爱你，毋是真简单吗？无你讲10届看卖啊，对无？那你徛伫耶稣的面前安尼时阵，你得感受讲，哎对，这个信仰，咱需要更加努力。最后一摆哦，咱讲主啊主啊，甲咱的声调语悬哦，好无？伫迄个话主啊时阵，甲你心内要讲的，甲主求的，嘛会当讲出来。伫心内想，安尼讲主啊的时阵，就会当交托啊，对无？好哦，1、2、3，来！主啊主啊主啊！是阿门。是，咱的祈祷就是爱安尼，阿门。安尼有共款无？大声出来有共款无？无共款对无？这是无共款。是啊，信仰咱讲这是活泼的，是有气力的。那安尼，咱的祈祷嘛是爱有活泼、有气力，帮助咱。愿上帝帮助咱互咱的教会继续得到上帝更较大的恩典。上帝要陪伴，互咱的超过咱所求所想的。一定是超过，所以就要用绝对的相信、坚定的信心来宣告。我相信咱一定会当经历。愿上帝祝福伫咱，这时阵咱做来祈祷。主，阮感谢了你，你是听阮的上帝。阮多谢你，互阮会当阮有10位的同工甲牧师做伙去到伫韩国去参加访韩盛会，互阮伫遐搁一届经历。上帝啊，你大的能力伫迄个所在，伫向阮讲话。你搁一摆呼召阮，互阮成做忠实的基督徒，互阮伫生活内面勇敢发出、勇敢祈祷、大声祈祷，来表示阮的渴慕。多谢你，互阮有一款的信心，互阮一款的火会当点着伫阮永光教会，也陪伴阮每一个人会当去到伫迄搭遐。更较侪的经历，将遐祝福带转来伫阮的宝岛、阮台湾、阮永光教会所在。多谢你，因为你祝福永光教会，就是大声祝福阮所有的同工。多谢你，将这款恩典互阮，一切荣耀归乎你。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
这是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听甲信心的行动，请咱备办心来预备。开始奉献。这听起哩。请坐，时间分享，请婆婆叔。现在咱拄则听到这只的见证，这见证毋是干咱属伫因内底，因带转来到伫咱的中间，听见的人拢要得到这的稳定甲福气，阿们。所以咱充满着迄个信心，因为上帝会听是迄个大大开喙、大大宣告的迄个福气稳定，新力就临到伫你的身上，阿们。阮伫遐有听见真侪的新力有迄个无法度怀孕的，然后伫遐来得到怀孕癌，然后伫遐来得到医好，有非常侪，乃是因为因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感谢主呀！咱的兄弟，咱伫遐，然后遐有现场讲，明年伫8月初3是吧？8月初3，若伫现场报名的会当预约的，会当省2000块。呀，所以咧，阮伫韩国的时，就结束了后，然后因的大会就讲，现场今仔日预约报名，明年的会当省2000块。所以咱的教会有报几个人，咱知影无？报18个人。阿门。牧师嘛要讲，你今仔日，你若勇敢，今仔日就报名，然后交你的迄个预约金2000块的，你就会当省2000块起来。阿门。这是原来是咱的教会的一个机会，所以鼓励每一个人，你一世人你一定要有一家去祈祷山，爱去祈祷山，因为这是上帝要让互你的产业甲福杯。阿门。感谢主，咱这是咱来看咱的教会的消息来。这是咱的儿童因伫这个礼拜，咱看一下来。咱拢总有。声音请给小一点啊。
记的家长学生。儿少领袖亲子营，哇！为着因遮宴会平安顺遂倒来，咱感谢俄勒归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伫咱的教会拢会当享受真济无共款年龄改赞因的训练，这是也是上帝特别听咱演讲教会哈。好这是咱即礼拜的导读申命记，来，咱来念上帝话来，请恁对上主，恁的上帝下愿。食愿唔通恩慈，咱对上帝下愿，咱捌甲上帝讲过，主啊，我愿意安怎？我愿意11奉献，我愿意感恩，我愿意将我的囡仔、将我的时间奉献给你。但是咱讲过话，是毋是实现？这是甲咱提醒，你甲上帝下愿，你就爱实现你的愿。这是咱甲上帝一个信息的一个关系。好，过来。好咱拄则有看到咱遮的姊妹非常激励人的见证吼，上帝嘛继续带领，每年也阁有加真侪人会当来做伙来参加吼，感谢主，哈利路亚！这就是咱的领袖儿少的亲子营，伫迄个司马县的山顶吼，非常的水吼因即马伫顶馆伫遐伫见证，伫遐伫成果发表。因呢炸真济，因手工所做的，做迄个底下的杯啦，伫遐食烤乳猪一只猪1万块，一只猪1万块，然后牧师就伫遐夯，迄个牧师讲，这只猪遐大只，恁食袂了。结果一天尔，迄一暗，咱就要甲因食了规只猪囡仔哇，一时就去食，因个问因的果酱，因为因家己制作的果酱。非常的好食，咱唔知讲原来果酱什么货拢会当运，会当运猪吧，真好食，囡仔拢足爱。迄个牧师偷偷甲我讲，潘牧师，恁教的囡仔呢真够食。伊讲一只猪要食3工，咱1工就要共食了去。哇，所以非常的趣味吼，有亲子，有囡仔伫遐爸母甲囡仔中间伫遐做伙搭一个帐篷。有迄个好的交易，看别个家庭是安怎带囡仔，别个家庭的爸母安怎对囡仔讲话，为什么伊的囡仔遮尔顺服？所以家长伫遐互相观摩。特别上帝讲，互遮的天气非常的好，所以你看因上山的时拢坐发财车呢。咱要坐发财车过，举手者。坐发财车，为什么恁会坐发财车？恁坐迄对？因要上山的时候，游览车爬袂起，所以必须爱换发财车、小火车。咱知咱的囡仔甲遮老师坐起来了，因的感受安怎？欢喜甲，大家欢喜甲，咱起笑共款。哇，哪会当坐即款的？这是啥物？佫行到要死，因为边仔吼，就较山平吼。哇，所以有看到猪无？有想要食无？哇！后盖牧师带恁来食吼，遐看到遐云海，看到遐夕阳，实在是亲像天堂遐尼水吼。真正好的一个活动，感谢主。好，过来。好，有一个真特别的事要来甲咱的兄弟讲，就是后礼拜10点礼拜后礼拜10点礼拜，因为咱要举行咱的新任的传道书对总会派领落来就是。阿伦甲阿娜，因今年新学院毕业，然后总会受总会派领，要来到伫咱的演讲教会，对8月初1开始驻任伫咱演讲教会。因需要举行即个就职的礼拜，就职礼拜毋是因两个代志，是因两位要真做咱的牧者，真做咱的传道书，需要咱兄弟来到伫教会，做伙伫遮誓约，然后互因伫遮来就职。咱来做伙同工，用着未来的复兴，大家做伙来拍拼。所以，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爱倒转来教会，然后来做伙来誓约。所以，咱的小组长爱甲咱的组员来家提起。后礼拜10点，传道书的就职的礼拜，咱需要大家拢总倒转来到伫教会来誓约。好，所以咱注意这个时间。好，过来。后礼拜
上时嘛要举行咱的圣餐，以及父亲节吼，安娜伫遐甲因做伙主领因的敬拜赞美，然后咱的舞团会甲因做伙跳舞吼。所以因的教会邀请咱永光的教会甲因做伙伫遐来服侍这是咱的青少年一个真好的服侍装备的机会。咱嘛常常为着咱的青少年来祈祷。好这是中会介绍的教界的消息。好，咱搁看下面。好这是咱的国务区的迄个出游吼所以咱会当来看咱的周报。看咱的周报顶悬拢有写咱会当紧紧来报名，因为有真侪拢已经额满啦吼。咱照着咱的牧区来报名来参加。上帝，互咱的每一个牧区拢有真充足的准备。咱的区长、咱的同工做伙带咱出去行行，伫遐来体会上帝创造的美妙。好，咱也为着张菊妹是健身执事的岳母伫花莲瑞婷是知和拄则有讲伊的小妹另外有陈国良国良兄以及建孝兄咱乐林与咱的松年的俊宏兄，咱继续为这几位伫每一暗的RPG 拢来笑脸因的身躯就紧紧得到勇气。阿门吗？阿门，阿门。好，来这个时咱做伙起立，咱要用这首诗歌做伙来祝福。咱要请牧师来为着咱祝福的祈祷。但愿圣神的开力显明伫你的生活中间，也互你大大呼求，圣神大大充满，也愿上帝丰富恩典透过你的绝对相信，来领受伫你的家，伫你所做一切会讲的顶面，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大家平安，上帝祝福咱后礼拜10点礼拜哦，10点礼拜，大家请坐，请坐，上帝祝福咱。从水中经过，你必与我同在；从火中醒过，你必遮盖着我。
双手医治，你是新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你赦免罪孽，医治一切。